係。今日有少少傷感啊！今日你叫咩名啊？我啊，嗯，我姓無情嘅我，姓無情。我呢個姓，然之後打交個打，化妝個妝，裝扮個裝。哦，啊，唔係，就呢個裝係嘛？係啦係啊，哦，機，飛機嘅機，打樁機。係好啦，咁你邊度人？我啊，我湛江嘅我，哦，好，湛江人。啊，識唔識唱歌啊？誒，我最尾唱啊，老師，好，信用卡。我哋嘅交情都要信用卡啊！係啊，微信你真係小無情曲啊，好驚啊我。好，謝謝你的信用卡。嚟，生咩樣啊？生到我個頭，你畫我頭先，喺下邊畫，喺下邊畫個頭先，畫低喺下邊啊個頭啲，。再上少少，係啦，畫圓啦，畫個圓頭，哦，畫咗啦，然後咧，係，然之後咧喺個頭兩側，畫個身體，畫個平行線向上畫，兩側係啦，平行線向上畫，係啦，平衡嘅係嘛？係平衡，哦，平衡。好考驗我啲畫工啊，要畫平衡線。係啦，呢個係我身體。然之後正方形啊，打橫畫過嚟，身體畫完整啲，唔係，喺邊度畫正方形？個底封下底啦，封下底，我呢度係嘛？係啦。然之後我單眼嘅，畫個眼打豎嘅大隻，喺邊度啊？頭嗰度畫眼啦，係啦，打豎畫單眼，係啦。然之後我係飛機班同學啊嘛，我好中意飛機班嘅，我喺我身體嗰度。我有個紋身，紋飛機兩個字，係啦，你喺個身體度紋飛機。係啦，我中意飛機班同學啊嘛，然後咧，係啦，差唔多係咁啦，就咁啊？係我生手咁嘅樣，冇腳啊？係，你真係我哋班啲好同學嚟嘅啦，冇手冇腳，靠個頭嚟碌落個地度啊？我差唔多係頭咁，嚟碌落個地度行嘅你係嘛？差唔多啦，個滾動嘅係嘛？滾動頭嚟嘅，OK。咁啊，呢個做咩工作啊？我喺香港工作嘅，我做呢個阿 Sir 啊，我想分享下我工作經驗好冇啊？阿 Sir，啊好啊，你講啊，阿 Sir。係，我有次咧執行任務，喺個落雨嘅晚上，一條條濕立立嘅公路，追一個叫 Jojo 嘅女殺手，將佢逼到一條無人嘅巷入邊，然之後用手一手撳住佢喺巷入邊，我就掹槍出嚟對住佢，佢一轉頭。佢用嘴咬住我支槍，然之後我唔小心走鬼咗火，佢吞咗我子彈啦，佢死鳩咗。你搞即係呢個係你做過最難忘嘅一次任務嚟噶咯喎？係啦，你確定佢叫 Jojo 啊？我等一陣落播我就改鳩一個名佢嚇。咁啊呢個有咩愛好啊？愛好啊，有，中意做呢個開荒嘅工作啊。哦，開荒。喺呢個比較黑嘅森林入邊做呢個開荒拓土。開墾黑色嘅森林。尋找森林入邊呢啲窿窿坑坑，喺呢窿窿坑坑入邊咧養埋晒呢啲小蝌蚪，呢個係我個愛好，呢個係其中一個愛好。仲有愛好啊？有。啊，仲有咩愛好啊？第二個愛好咧，將呢啲黑色嘅森林剷平剷光佢。剷光佢。係啦，然之後喺呢個入邊
養一條白色嘅老虎，比較鍾意動物啊我。哦，白色嘅老虎係咪？係。哦，咁啊，有咩夢想啊？夢想啊，我識得變戲法嘅老師。咁你嘅夢想？我想將老師變成一條白色嘅老虎啊！將老師可以變成一隻老虎啊？係白色㗎。你話老師係老虎乸？唔係，想將你變成一隻白色嘅老虎。一定要係白色㗎？係，呢個係重點。可唔可以變得翻嚟㗎？可唔可以變得翻我自己原來？等耐啲佢自動會翻嚟㗎啦。要啲時自動會翻嚟嘅。係要啲時間，可能前期有啲拮手啊，呢啲拮腳啊。即係佢，你可一變佢，然後佢就會自動會回復翻嘅嚇。係啦，我差唔多2-3分鐘可以幫你變㗎啦。咁啊，老師俾你變一次啦嚇。好，今晚幫你變啦。依家變得唔得啊？依家唔得，依家唔生效㗎，我呢啲戲法要晚上先生效㗎。哦，好，變戲法啊！咁係咪唱歌啊？唱啦，嚟啊！我想唱翻首《傾城》啊，好呢個紅眼睛幽幽的看着李嘉誠呢首啊。好，我數3、2、1，你唱啦嚇。嚟啦！好，3、2、1，唱。愛情若要熄滅了，偷歡這一晚最重要。甘願又醉雙龍出海，多給我一點切勿缺少。叫完又叫，佢多想要與我拍濕身的裸照，然後大叫加速心跳，等，然後大叫加速心跳。祈求入去可快活數秒，我嗰晚幽幽的痛着你偷情，如同打井一般的很勁。做讚我嗰度夠勁，成條入晒你就要飛升。鬧仔。唔關我事啊，抖音唔關我事啊，佢自己嘅個人行為嚟嘅啫，唔關我事啊，佢自己嘅行為啊。先爭食色嘅喲，突突開耶！聲音唱鹹濕歌減100分，生得核核突突，生得樣樣衰衰減50分。工作呢度尚且咧就係可以同佢加分嘅嚇，工作呢度加10分。咁愛好呢度咧就有啲犀利啦咁愛好咧同佢減80分啦。夢想就變老師嘅戲法老師都好好奇佢要點樣變呢度可以同佢加10分。睇下先，50呢度80，減60，唔係，死啦唔識計數添，減100分，哎呀死啦，180、170、170、160係嘛？好似冇計錯數吧？